续来看是这个基隆市长的选战，国民党的谢国良，和民进党来指控洗钱。谢国良早起紧急来开记者会澄清，讲4年前伊借钱，和当时德信证券的董事长林冠碧，想袂到对方会拨用公司的资金来还钱。伊讲伊有考劝对方去自首，检察官无甲伊调查。 因为伊本人根本就无犯罪事实。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蔡适应是来回应讲，若真正清清白白，为什么无爱向检察官讲好清楚？早安，早安。一直伫咧车头门口，甲通勤的人小酒问，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良面前伫咧有选票，所牵涉洗钱风波，一直跟召开记者会来驳回这个指控。对我来说，就是清清楚楚。 清清白白，但是我没有意料到，明明是一个白的东西，可以完全是讲成黑的。谢国良讲，2018年做德信证券董事长的林冠碧，该借1亿，嘛用33000张的股票做担保，双方嘛请律师订合约。尾后谢国良决定用金盛国际投资公司名义签约，做伙共同出钱的人，佮包括伊负责一度含专方位公司。不过过2个月，林冠碧烦恼钱借收久，会方叫是公司营运有问题，提早还钱。想不到半年过去啊，谢国良才发现。 对方还予伊的钱，竟然是使用公司的资金，赶紧叫林冠碧去自首。不过尾后检察官无叫伊交保，嘛无限制出境。直到今年谢国良决定参选，摕到提名，林冠碧才向去检方起诉。检察官在整个侦查的过程中，从来没有认定谢国良先生这边有参与犯罪，也从来没有传唤过他。看完之后是觉得一头雾水了如果如他讲的这么简单的话。 那为什么他不愿意告诉检调呢？我们规定得很清楚，放款、借款的业务只有银行能够执行而已。他搞得好像他在做钱庄一样。点出真侪问题出来，蔡适应认为谢国良应该知影根据公司法律规定，公司袂当互相借钱。嘛，这期谢国良知影对方还有伊的钱是公司的资金，哪会搁敢共收？选战前随参选人的过去浮出水面，真相到底是如何？爱搁等检调斟酌来调查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